曾想過是離開的徵兆，逝去的溫度，這最後幾秒，應該寒暄還是冷笑？已離去剩下記憶破碎，錯或對誰又真正有罪？要面對往後那些情緒，或要去再浸下個廢墟。剩下記憶破碎，錯或對誰又真正有罪？要面對往後那些情緒，或要去再浸下個廢墟。在原